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咱的国片、国内的电影。今年的下半年是大爆发，其中来描写着台湾女性甲家庭的电影《孤味》，在金马奖的加持下，票房突破着8000万。总统蔡英文再去特别邀请小英基友会志工看《孤味》，要甲咱的国片斗相听。国民阿嬷陈淑芳头一摆入围，就以《孤味》去得到第57届金马奖的影后。我咧一世人做有做袂，毋捌听过你甲我讲谢多谢。孤味是描写一个老母请养三个查某囝大汉的故事，替离家出走真侪年的翁婿办理后事的同时，面对生命的缺陷甲怨叹。踏进台湾人故事，要有金马加持，吸引一个特别来宾入去电影院。总统今天特别来挺国片吗？看有没有其他国片想看的？总统蔡英文唔若家己来，尔阁邀请小英基友会志工做挺国片，大家拢真欢喜。有人请我们看电影啊！小英请我们看电影。今天心情怎么样？因为跟一个特别来宾一起看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哎呀，全世界唯一的安全的地方，我觉得很了不起。还可以这样一起来看电影。对呀，感谢医疗人员。大家排咧入场，好好去欣赏以行动支持台湾深厚的软实力。